我哋最近咧係統計咗咧，就係我哋過去喺 MIT 上面啦，嚟到講過嘅一啲嘅trade 啦，擺過入去買入名單，並且一路持續追蹤。即係如果佢trigger 咗買入名單上面嘅我嘅觸發買入點之後，跟住咧一路唔觸發止損嘅情況之下，咁我哋會繼續 keep track 住佢啦。並且咧，我會係有一個目標嘅。短期獲利嘅位置啦，以及咧就係當股票係觸發咗 backstop 之後嗰個即係獲利，我哋會係咁樣計埋啦。咁以上嘅計算咧就係唔包含咧就係 swing trade 嘅 highlight 嘅，OK？因為 swing trade 嘅 highlight 咧就好比較即係所需要到嗰個technique 啦，或者係風險咧，其實係相對比較高同比較大嘅。OK 有時候有啲 swing trade 嘅 highlight 點解冇係擺入去正式嘅 buy list 嗰度咧？有可能佢成交量咧就唔係太多，所以比較高風險，所以係只係 for 一啲 aggressive 嘅 trade 同埋一啲係比較 short term 嘅，係好 short term 嘅，有機會係一日兩日或者兩三日咁樣樣，或者係即係嗰個目標嗰個回報咧，預期嗰個獲利咧可能係有時候5%，有時候8%，有時候即係 lucky 嘅話係10%咁樣樣嘅啫，所以係一個好 short term 嘅swing trade 嘅嗰個 style 嚟。咁所以 swing trade highlight 咧就唔 include 喺我哋即係一路行上嗰個統計當中啦。咁最主要就係港股同埋美股嘅一個 buy list。咁之後佢哋嘅表現，咁我哋咧喺第一季嘅時候咧，2021年第一季嘅時候咧，咁我哋 total 係有227個 trade，OK 第一季，咁即係 around 平均每個月around 70個度啦，OK，咁贏嘅 trade 咧喺第一季咧就係比較多嘅，OK 係多過一半嘅，所以係有126啦。輸嘅 trade 咧係有101啦，咁 average gain 咧竟然咧係去到21.5%，但係呢個唔 surprise，因為我哋我即係呢所個人啦，喺2021年嘅第一季，尤其是係第1、2月咧，嗰個獲利係非常之豐厚，咁所以21點幾% 嘅 average gain 喺一個短期之內咧係有機會咁樣發生，即係咁啱又係預中一啲嘅比較好嘅市況，一個 easy period，一個單邊嘅市況嘅時候咧，係會做到呢一個 average gain。average loss 依然都係 keep 喺 around 4到6%嘅範圍之內，咁唔多過6%係最好嘅，我自己覺得最好係 keep 到喺3至4%嘅 average loss 嗰度嘅。OK，咁但係因為咧呢個唔同我真實個人操作因為好多時候喺MIT 嗰度，我哋係計到佢係觸發咗止損或者 backstop 嗰部分嘅 loss，我哋咁樣計。咁但係喺我個人真實操作嗰度，有時候咧喺佢未正式觸發 backstop 或者 stop 嘅時候，因為佢喺嗰隻股票啦，喺我嘅組合裏邊，可能係表現得最差嗰隻，可能我提早已經係cut 咗 position 啦。即係將個保險降咗落嚟啦，或者我係提早賣咗佢，然之後換碼去抵啲都未定。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個 average loss 咧咁多年咧，就係介乎4%，有時候4%尾啦，好少去到5%嘅，咁有時候都會去到5%嘅，但係通常5%頭或者4%尾，around 都係4%，4點幾個% 都係我嘅 average loss。咁呢度會係相對係大咗少少，但係只要最緊要就係嗰個盈虧比率咧。嗰個 win-loss ratio 咧係能夠可以 keep 到喺2以上係最好。咁我哋喺第一季嘅時候咧係做到有3，OK，咁所以呢個非常之即係好嘅數據。咁percentage gain 即係話個勝率喺第一季個勝率咧係55.51%，咁係一個相對高勝率嘅時候，所以你會特別見到咧，我喺尤其是第1、2月嘅時候咧。係比較 aggressive 咁樣嚟到 trade，
OK 嗱，就係因為個勝率高。咁percentage loser 即係話輸咗，即係呢啲 winning trade 咧，大概係sorry 啊，係 losing trade 咧，101個 losing trade 即係佔啦所有嘅 trade 當中咧就係44.49%。OK 咁亦都係一個比較低勝率嘅呢一季係咁樣嘅情況。所以雖然咧呢度係講晒所有嘅 trade，你冇可能，我亦都冇可能會 tick 晒所有嘅 trade，但係呢個係 on average。一陣間我會再俾你睇下咧，就係我哋差唔多過去1年啦，由starting from 即係由 MIT 開始到而家嗰個 stat 係點樣樣。咁就算唔係 tick 晒所有嘅 trade，係 by random 咁樣咧，其實最終嗰個嘅數據咧，其實都會係同呢個係差唔多，因為呢一個而家呢個數據係一個即係 on average 計出嚟啊嘛，係包含晒所有嘅 trade 嘛，咁所以嗰個取樣咧係相對比較多，咁所以even 係一個random 咁樣做咧，其實得出嚟最終咧嗰個數嗰個 stat 最終同呢個係差唔多，嗰個統計最終同呢個差唔多。咁喺你特別見到就係喺2021年嘅1月1號去到2月20號，點解我攞2月20號作為一個分界線咧？就係如果你記得咧，我喺2月18號、19號咧，就係突然之間有2日，即係1-2日、2-3日嘅時間咧，好多嘅 trade 係觸發咗 backstop 或者 stop 咁突然間令到我嗰個保險咧係佢自己大幅降低咗。OK，揸晒，即係揸好多現金，唔係揸晒，揸好多現金。咁由嗰陣時開始咧，我都已經係即係我有同大家講啦，亦都咧係開始 doubt 嗰個市場嗰個容易度，OK，唔係代表個市場咪要冧成咁樣樣，只係係一個唔係我嘅 timing 去 aggressive 咁樣操作。通常遇到呢啲時候咧，我會變得保守嘅，OK。咁但係由2月20號之前咧，你會發覺特別喺呢一個月唔夠2個月嘅時間，1個月零20日到嘅時間咧，OK 我哋嘅average gain 咧係去到成23.21%，非常之犀利。咁裏邊大量嘅股票係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啦，有一個 strong move 好大嘅抽升。咁我哋一路上移個 backstop，咁所以有好多嘅 trade 佢係能夠做到30% 以上嘅獲利，40% 以上嘅獲利。咁 on average 嚟計，咁當然有一啲係可能得幾個 percent 最後中咗 backstop，即係本身可能佢有10幾 percent，但係最後中咗 backstop 咁離場。咁 on average 嚟計咧，其實係有23.21% 嘅 average gain。咁勝率咧係去到成68%，所以你見到呢一段時間，我係 trade 好多。OK，亦都個保險 exposure 係大嘅，OK，所以先至咧係可以做到即係一個喺呢一個零月裏邊，即係我個人嚟講嗰個performance 係做得好即係我自己滿意啦，至少就係咁 win-loss ratio 咧，盈虧比率咧係接近4，OK，但係我想你留意嘅就係喺第一季裏邊咧，喺第一季嘅下半場咧係另外一回事嚟。係另外一回事嚟，OK。喺由2月21號至到去到而家啦，OK 咁我冇再細分2月21到3月31號係點樣跟住4月1號即係我將佢籠統嚟計，總之就係呢一段嘅時間，我覺得唔係太好 trade 嘅呢一段時間，唔代表個市場冧一樣。OK，大盤係繼續創緊新高，但係唔代表交易容易咁解嘅啫。OK，我唔需要一定係要同個市場聯動㗎嘛，我最想就係我同個市場唔聯動。OK，咁所以有啲時候我會喺個大盤上升緊嘅時候，有機會落後大盤，但係喺個大盤唔得嘅時候，我反而係可以跑贏大盤好多都得。但係in general 嚟嘅，最後你跑贏到大盤咁就得嘅。但係我都成日都強調就係唔需要同個大盤比較或者任何人去比較，做好你自己就得啦。知道自己幾時應該係出手，幾時應該係唔係你嘅屬於你嘅機會，你應該係要保守保護你嘅利潤。OK，咁我哋睇翻咧就係由2月21號啦，去到4月15號嘅時間咧，你會見到咧嗰個勝率咧係大幅降低咗。我哋2月21號去到4月15號有86個嘅 trade on 我哋嘅買賣名單啦。
同埋呢度都 include 埋有時候有啲突發我出咗，然之後有啲股票放咗入去我嘅買名單嗰度，新增去到我買名單 include 埋啦，基本上咁。咁咧贏嘅得28嘅啫，輸嘅係58。OK，average gain 嗱，但係 average gain 咧唔係同埋 average loss 咧唔係太差。OK，依然都係可以做到15.27%個 average gain，咁 average loss 係負6點幾 percent。咁盈虧比率係有2.48%，但係嗰個勝率係低咗好多。勝率你睇下係 drop 到落去32.56%，所以我講嘅勝率咧係講緊我自己個人嘅勝率，OK，或者係我呢一種嘅 style 嚟到去喺市場上面喺呢一個市況嗰度操作，即使美股某啲指數創下新高嘅情況之下，呢一種嘅 style 個勝率係低，OK 係咁解。咁喺一個勝率低嘅時候，你叫我 aggressive，我絕對唔會啦。所以點解我喺呢一段時間，我就係一路去強調緊就係低保險，你唔好咁 aggressive。OK，至少我唔會好 aggressive。我會係比較多嘅試水溫操作，我會係即係要累積到足夠嘅利潤啦，同埋見到嗰個嘅勝率有所提高，交易開始順翻啦，順翻手啦。唔使去到55、68%，當然去到呢啲時候，我應該好快地已經推到個倉可以係去到好快地可以去到好大，但係我一定係要就係交易開始順手，見到嗰個勝率有所改善，至少都可能去到45%啦。OK 啊，但係唔係當然唔係計 average。如果你計 average 嘅話，你用條大數你可能係唔係好見到個勝率個差異。但係呢啲我會定期做噶嘛，我每個月都做定期去 review，所以我成日都話 MRA 嘅重要性，就係譬如如果我喺一段時間裏邊半個月一個月，嗰個勝率提高咗，咁我咪開始同埋以及啦，咁個勝率提高咗，睇下有冇錢賺先啦。真係有錢賺喎，咁繼續咧就漸進式加倉啦。咁呢個喺MIT 裏邊我特別有一個 live 係講過點樣漸進式加倉，咁亦都喺個 live 嘅存檔嗰度你可以睇翻。咁我需要就係有足夠嘅利潤遠戰，以及咧就係去到交易係開始順翻啦，OK 可以贏谷輸縮啦，OK 贏嘅時候就要谷啦，輸嘅時候咧就要縮翻落嚟啦。咁嘅時候我先至會推翻大嘅保險，否則的話我依然都係低保險操作，OK 你話個市係繼續創新高，我都係咁話㗎啦，因為問題就係我大盤嗰個指標，我只係作為第三衡量因素。第一係乜嘢咧？成日都講嘅就係你自己個人係做 trading 點先。第二就係大部分個別股票嘅表現有冇 set up 先，佢 set up 嘅質素係點樣先？OK 呢兩個係緊要過大盤做得如何。咁所以喺嗱，就算啦喺呢一段嘅時間，你話佢 DP 又好，或者已經脫離咗 EP，佢唔係 easy period，唔係容易賺錢即係躺賺時期，OK 係一個血汗錢時期。whatever 你俾個名佢點樣都好，但係咧你留意咧就係即使喺個勝率低嘅情況咧，我哋嘅 average gain 同 average loss 咧都係可以做到咧係贏到錢嘅。如果你嘅 average gain 係15%，average loss 係6%，但係勝率 OK 勝率即使只有32%都好咧，其實你都係依然都係正期望值嘅。OK 10次交易你會有3.52%獲利。呢度講緊10次，當然係你成個 portfolio 係要咁樣做10次啦。但係一樣嘅啫，你如果將你嘅 portfolio 斬成10塊，每個 position 係10%，OK，咁咪即係話，即係每一次你一筆成功嘅交易就係佔咗你一個 portfolio 嘅10% 咯。咁所以你100次之後你就係獲利率，你就有3點幾%咯。OK，唔夠100次可能仲更加少咯。但係點都好，都依然都係即係仲係一個正。所以呢段時間我都有講到啊，我係冇乜進展。OK 就係咁解，因為我亦都冇交易，冇100筆交易啦。呢一度 total trade 先得個80幾。
咁所以係一個冇乜 progress 嘅情況，又唔係好賺得多，亦都唔係好輸得多。因為我另外一個關鍵就係要控制個 drawdown，控制個保險啊嘛。OK，咁所以其實你唔應該輸。你呢段時間係亦都係即係假設你 randomly 你做到呢一個啦，OK，其實係你就算唔係 take 晒80個 trade，randomly 其實可能差唔多，有機會差少少嘅。但係都如果你有好好控制你嗰個保險嘅話咧，係唔應該係有好大嘅 drawdown，OK。好啦，咁你可以睇翻就係咧，就係過去呢個咧就係過去一年啦，未夠過去一年嘅，我哋嘅 MYT 由五月第一個禮拜定第二個禮拜開始啦，咁去到4月啦，11個月嘅時間，咁咧我哋嘅average gain 咧係有16.29%，係仲好過我個人嘅 stat 嘅，係仲好過我個人嘅 statistic，個人嘅數據。OK，我個人嘅數據長期而言咧，其實12、13% 已經係好好。咁當然呢個淨係計呢一年啦，呢一年咁啱，亦都係處於一個嘅偏好嘅市況，都係一個牛市嗰個市況啦。OK 啊，咁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係，因為淨係攞咗一年啊嘛。咁我過去有個即係過去唔止一年嘅時間咧，就冇16%。OK 啊，就算呢一計埋呢一段時間好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得12%、13%左右 around 呢啲咁樣嘅水平。咁 average loss 都係4點幾5%左右啦。咁呢度就做到5.5%啦。咁而 percentage gain 即係個 winning ratio 咧贏率咧係49%。所以我係大量時間都係錯，我超過一半時間都係錯。OK 咁但係你知出邊就一定係有啲 haters 咧，就係講我喺邊個時間講咗某個説話，我最後錯咗。OK，但係佢唔會明白咧，就係我唔會 bet on 自己嗰個 opinion 啦，唔會 bet on 自己個判斷啦。我可以係錯一半以上嘅時間，但係最終係贏錢。OK，我絕對係唔會依賴自己嘅判斷、自己嘅 forecast。我可以係錯好多次，OK？我承認自己亦都係會錯超過一半以上，我不嬲都係咁噶啦。但我最終係贏到錢。Win loss ratio 盈虧比率2.93，OK？咁就呢一個咧係講緊咧就係擺咗落 buy list 嘅，不過 hit 唔中，咁長期都係 around 20% 到噶啦，OK？呢一度係截至2020年10月嘅時候，你見到都係20% hit 唔中嘅，11月嘅時候都係去到20% hit 唔中，所以呢一啲嘅 stat 你會見到咧就係咧係穩定嘅，OK 係好穩定嘅，OK 咁呢個係去到11月嘅時間12% 嘅 average gain 啦，咁 average loss 5% 啦，呢個去到10月份嘅時候，上年10月啦，都係5% 嘅 average loss 啦，OK 嗰啲winner 即係贏嘅股票揸大概20日都 around 都係呢啲嘅 range，OK 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年嚟計咧，其實係唔會輸錢，OK。坦白講，真係唔會輸錢。咁一陣間我會講下就係，如果你假設啦，你係輸嘅話咧，你係輸緊錢嘅話咧，點解同埋點樣改善？OK 如果呢一年嚟計，勝率49%，同我個人嘅差唔多，同我個人嘅坦白講真係差唔多。OK，平均獲利率喺 MYT 嘅平均獲利率仲好過我個人嘅平均獲利率添。但係我冇特別計到就係20205月去到2021年嘅4月，可能我計一計，淨係計我呢一年，我個人嚟講可能都差唔多，都未定。但係我長期平均而言就唔係呢個，好坦白同你講，都係12、3% 度。平均虧損率4點，我自己個人長期4點幾 percent 呢度過去呢一年5.57%。OK，勝率49.07%。如果係以一個咁樣嘅交易金三角嘅比例嚟到去做，你唔係 take 晒697個 trade，OK 唔係 take 晒咁多個 trade，因為都唔會 take 晒咁多個 trade 啦。我亦都唔會 trade 到咁多。我一年嚟講咧，maximum 有啲年份我可能係 trade 得密一啲，一年大概係400-500個 trade 啦，一年大概400-500個 trade，冇做到600幾，因為 include 埋就係一啲嘅short term 嘅 swing trade。
OK 點解咁多一年做幾百個 trade？因為有時候有啲 short term 幾日貨仔，我撥即係一部分嘅資金嚟做一個嘅短線，而比較 majority 其實都唔算係長線嘅。我自己個人嚟講都唔算長線，但係有啲幫屋企人管理嘅資金咧，係會做一啲比較中線少少咧，都唔係叫做長線啦。譬如我最近就幫佢哋買騰訊啦，咁亦都唔係即係叫做逢低買啦。OK，我係喺佢反彈嘅時候，喺搏條200天線，一陣間有可能講一講騰訊呢個 trade 啦。咁目前嘅勝率係過去呢一年49%。如果咁樣計嘅話咧，就算你 randomly 去做，可能差少少，有可能你平均個利率14%，平均虧損5%，但係個盈虧比率都做到2% 以上。就算你勝率冇去到49%，可能係44、45%，其實一樣係應該都會贏到錢嘅。OK，理論上係要贏錢嘅。咁10次得10次，成個 portfolio 得10次，至少都56%。咁我過去呢一年，如果淨係計即係我撳一年嗰個掣嘅話咧，in general 嚟講，我嘅 account 都係 up 100% 以上。咁有啲個別 account 可以去到120幾、140幾 percent 嘅，即係過去呢一年啦。OK 唔係由2021年1月份開始啊，而係由2020年4、5月開始啦，或者5、6月開始啦，咁樣嘅時間去到 up till now 係超過100%。咁亦都係呼應翻呢一啲嘅 stat 差唔多。如果你成個 account 可以係咁樣贏就贏10%，輸就輸5%，咁樣得20次嘅話咧，咁就係有145%。咁其實一樣都係咁計嘅。你100次交易，咁如果你唔係100次嘅話，因為可能係你即使係用10% 嘅 exposure，如果你10% exposure 嚟計，你就有8000幾個 percent。咁10% exposure 做100次嘅交易咁 OK 啊。咁然之後將佢除翻10，咁可能你整體 account 你都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未必去到8倍嘅 OK，但係至少咧一定會贏錢。如果係以一個咁漂亮嘅數字嚟計嘅話，咁過去我哋都 consistently，即係唔係最近因為1、2月嘅時候先拉高咗個數字。呢個截至到上年嘅10月份，OK，上年嘅10月份，我哋嘅數字都係咧13% average gain，average loss 5%，win rate 40幾個 percent，OK 都係贏到錢嘅數字。呢個去到11月嘅時候，12.91% 嘅 average gain，5點幾 percent average loss，win rate 40幾個 percent。咁所以一樣，我哋喺大部分時間都睇錯，超過一半嘅時間我哋睇錯、買錯、止蝕嘅情況之下，我哋都贏到錢。咁如果你最近嗰個表現係欠理想嘅話，咁點解同埋如何嚟到去即係改正咧？OK，或者係點樣嚟到去調整一啲嘢，令到自己之後可以係上翻去咧？OK Join MIT 記住一樣嘢就係，我唔係派 number，我絕對唔係俾投資買賣嘅建議。由 MIT 我去成個設立嗰個宗旨，以及我介紹 MIT 嘅時候，俾你嘅時候，佢亦都講到明，你係睇我點樣操作。喺買入名單上面嗰啲係我嘅買入名單。OK，如果喺我真實操作嘅時候，我會睇啲咩股票 trade 啲咩股票。OK，你睇我點樣做，從而嚟到優化你對同埋更加深，即係更加長期啦，以及更加深入咁樣去學習呢一套嘅 momentum trading， 呢一套嘅喺 TTT 裏邊你學到嘅嗰套嘅交易方法，然之後喺真實應用上面，通過觀察我係點樣去做，我係點樣揀股，我係點樣係 take profit，點樣 cut loss，喺點樣嘅市況，我係會去進取一啲咩嘅市況，我會係保守啦、被動啦、低保險嚟到去處理啦。你睇我點樣處理，然之後從而你學到呢套原來係咁樣用，你先至係去 master your trade。OK，呢個係嗰個設立嘅宗旨，並非
我呢個星期派10隻股票俾你，然之後你就 trade 嗰10隻股票啊，好似 model portfolio 咁樣跟住，然之後你就贏錢啊，無痛發達。OK，絕對唔係，呢一個只係即係呢種做法，你可以做到一個好嘅 copycat，但係你絕對唔會係做到一個好嘅，你唔會做到一個 good investor，唔會做到一個 good trader。OK，呢度係 bring up trader，唔係 bring up 一個 robot，唔係 bring up 一隻 copycat。OK，咁所以我呢度去講嘅就係、如果你有 setback 啦，你有tough period 嘅時候，點樣嚟到去提升翻咧？OK，咁我以下落嚟會講下。首先，嗰個老生常談嘅 discipline，你去 MRA 翻自己過去嘅 trade 啦，你有冇寫低一啲嘅交易札記啦？你睇翻嗰啲啦。交易札記有個好處咧，就係你可以睇翻，即係之後3個月之後、6個月之後，睇翻你以前你自己嗰個嘅喺某一段時間你嗰個諗法，OK 你諗緊啲乜嘢，做緊啲咩嘅判斷，然之後事後 review 翻啱唔啱嘅，應唔應該咁做？OK，咁係俾你係咁樣做。咁 discipline 就係你去睇翻呢一啲嘅時間，任何嘅時間，你係咪依然都係嚴守緊紀律啦？OK，有冇嚴守止蝕啦？有冇喺真係遇到帳戶有比較大 drawdown 嘅時候，去到8%，甚至乎去到10%嘅時候，你去 sit out，你去停賽？點解我呢一段時間係相對交易得比較慢啦，慢慢嚟到去做啦，即係懶懶閒咁樣，因為我帳戶有 drawdown，去到一個我唔係幾中意嘅水平，我唔想佢繼續 drawdown 落去，所以我咪 cut 我嘅 exposure，減低我嘅交易次數，OK 減低我下注嘅比重，我要係 make sure 啲嘢係 OK 翻。OK，我嘅勝率翻嚟，好似打牌咁樣，你越打越唔掂，最忌就係咧，你就係一鋪落注多過一鋪，多過一鋪，多過一鋪，咁你又好容易會輸身家。當你越輸嘅時候，其實你係應該係要越落場個注碼越細，OK，控制你帳戶嘅 drawdown，其實係等於幫緊你第時更加容易去贏錢，因為你嘅 drawdown 越大，你之後就越難追翻。你 drawdown 咗20%，你之後要追翻25%，你先至可以 cover 到你嗰個 drawdown。但係調翻轉，你 drawdown 10%你就停。你去到順手嘅時候，一去嘅話，其實你11%你就已經追翻晒。咁跟住之後，同樣地，頭先你贏25%你先至打平，今次你贏咗11%已經打平，剩低嗰14%你就係成個帳戶創新高多14%，爭好遠嘅天同地。你個 discipline，OK 呢段時間喺哪怕係大盤創新高嘅時候，你有冇 keep 到你嘅 discipline？OK，呢個係要 review 嘅嘢啦。有冇放寬咗你嘅止損啦？有冇係你轉換咗你嘅 style 啦？OK，轉換 style 都係一種嘢。發覺有一段時間，break out 得唔得㗎？break out trade，OK 即係呢段時間唔得，跟住去開始用其他嘅方法，可能你留底可能你放寬咗你嗰個止損，從而令到你個 average loss 大咗。OK，如果你嘅 average gain，let's say 係10%，你 average loss 過去你係做得好嘅時候，你係4至5%，咁你都係一個 2-to-1 trader，你長期都贏錢。但係最忌就係突然之間你放寬你嘅 average，你放寬你個止損，然之後或者係放任你一啲贏緊錢嘅trade 嚟到去 give back 個利潤，俾翻個利潤出去，將個 backstop 擴大咗。明明有12% 賺，你冇賺，最終係輸錢，咁都會令到你咧個 average loss 係大咗。如果你個 average gain 平均獲利率
係10%，然之後即係你改變咗你嘅策略之後，你個 average loss 去到6%，咁你就輸錢㗎。除非你嘅勝率高啦，但係再加上勝率低嘅時候，輸啦。OK， 即刻變輸錢。咁所以 discipline，OK 啊，去翻去 check 下你過去有冇去跟足系統，跟足你嘅交易規條。OK， 我唔知你 set 咗有冇新增到你交易規條俾到自己嚇，咁定係做下又突然之間加咗一啲嘅新嘅即係新嘅方法入去。OK 啊，改變咗本身呢一套嘅 methodology。因為如果咧你一套系統唔係跟足，你唔係跟足一套系統，你係夾雜咗其他嘢，夾雜咗其他嘅 style，令到你個人嘅 trading style 係都唔知點嘅時候，OK，你冇 define 好清楚啦，亦都冇跟足個系統，跟足個 rules 啦，咁其實咧差之毫釐就謬之千里嘅。OK 嗱，你有冇跟足個系統咧？喺輸緊錢嘅時候，OK，有冇去保持你嘅耐性，保持正面嘅思維？正面思維好緊要，所以我咧如果喺我嘅 Facebook page 嗰度見到有啲人放負喺度亂噏24嘅時候咧，佢一係 high 咗佢，一係就 ban delete。我唔想咧係有任何人咧嘅言語啦，亂講嘢嘅言語啦，影響咗我自己個人嘅情緒。OK， 你 positive 好緊要，因為當你咧越即係尤其是喺你其實唔係淨止交易啦，喺你嘅各個方面都係 OK。你要去成功，你要去賺錢啊，你係必須要咧就係排除一啲嘅負面嘅思維，因為負面嘅思維只係會將你係 drill 落去嘅啫，將你拉落去嘅啫。OK 啊，但係當你保持 positive 嘅時候，你會去諗方法，你睇嘢樂觀一啲，正面一啲。OK 啊，唔好咁容易灰心，唔好咁容易氣餒。OK，將責任放喺自己身上，100% 放喺自己身上，唔去怨天尤人嘅時候，你做好多嘢容易成功好多。有冇保持耐性啦？尤其是喺呢一段時間，尤其是喺呢一段嘅時間，你見到有啲股票係會做得唔錯，OK，咁但係你勝率如果唔得嘅時候，你個勝率即係嗰個勝率比較低嘅時候，而且你都唔係一個 long term 嘅investor 嘅時候，咁你又見到人哋賺錢啦，見到指數創新高啦，你又去追啦，你又去亂咁嚟到 trade 啦，咁咪輸錢咯。OK，你一係你就清楚定義好自己係短線、長線、中線 whatever，但係切記就係你混合，即係你喺未真係真正拿捏到嘅時候，你去亂咁做。OK 啊，有時候混合都得嘅，但係你要拿捏到成套嘅技巧先得咯。OK，persistence，即係話咧，你要係堅持貫徹始終。OK，呢一套嘅方法貫徹始終嚟到去做，即使輸錢嘅時候，你要承認或者係接納呢個交易嘅係絕對交易嘅一部分。我唔會係一年365日，日日都贏錢噶嘛，任何時期全部都贏錢噶嘛。OK，但係咧，我哋目標係做到點樣咧？就係可以做到咧大漲小回，回嘅時候大漲小回，回嘅時候回少啲，可能有一段嘅時間你係冇乜進展嘅，唔緊要嘅，嗰個同你冇關係，因為你睇嘅係你成年你係咪能夠做到一個最終 positive 啦，而且係一個高雙位數字嘅超級回報，你目標係呢一個啊嘛。咁一年時間咁長，你一段時間可能做得麻麻地，但係你控制好個 drawdown，去到你真正機會到嘅時候，可能個市唔得，可能人哋輸緊錢，但係你個 account 上到去都未頂㗎，然之後你就可能係
咁樣㗎啦。但係下一個機會嚟嘅時候，你一年3個機會好夠。OK，你一年3個機會，呢度你賺到50%，好似今年咁樣啦，年頭到而家啦，如果你賺到50%啦，OK，嗱，即係呢度你賺到20%，OK，跟住你唔使多㗎，你呢一度你賺到20%，OK，你呢一年已經好犀利，你每一年你只係需要係重複做一樣咁樣嘅嘢，OK，嗱，遠遠多過15% 回報嘅，你最終你年回報最終會多過15% 回報。如果你做得好啲嘅話，你 keep 住能夠可以做到穩定地50% 回報，你好快財務自由到。但係最忌就係喺呢一啲嘅時間，喺呢啲有 setback 嘅時間，你去懷疑啦、投訴啦、質疑自己啦、質疑系統啦、質疑方法啦、質疑任何嘅嘢啦，然之後見到邊個贏錢，個市上升，跟住之後你就欠缺咗你嘅耐性，欠缺咗你嗰個持之以恆啦嚇。咁你最終你都係浮浮沉沉，唔單止 trading，你創業打工做任何嘢，其實都係你最終都會得唔到。OK，因為你就係欠缺咗 positive，欠缺咗 patient，欠缺咗 persistent。OK。唔好 fear of missing out，呢個投資大忌、交易大忌。OK，頭先所講嘅就係 fear of missing out，驚錯失咗啲，驚錯失咗什麼。好多人就係淨係睇短期，我係咪每個月贏錢？最好咧，OK，你條 curve 係咁樣樣，咁你係最開心嘅，啱唔啱？OK，或者就算唔係咁咧，你係要咁樣嘅，你係要咁樣樣嘅，OK 呢個不現實嘅。OK，除非你 day trade，day trade 有機會都係咁，但係 day trade 都有機會會係真係遇到啲，因為 day trade 有可能單日注碼大，你突然間遇到一啲走唔切嘅情況咧，都可以 day trader 都可以係咁樣，都可以咁樣嘅，跟住之後咁樣嘅，OK 一樣係會有咁嘅可能，所以你必須要就係有足夠嘅耐性，你要知道。你經歷緊呢啲嘅時間，你經歷緊呢啲時間，一定係交易嘅一部分，係交易嘅一部分嚟。有可能呢一段時間係持續半年嘅，得唔得？得㗎。然之後突然之間俾一個月你咁樣樣上去，你 end up 你可能你都可以係超過100% 嘅回報。OK 如果你唔 fear of missing out，但係最忌就係咩咧？最忌就係喺你呢一段嘅時間。你開始欠缺咗耐性啦，做咗其他嘅嘢無謂嘅嘢啦，亂咁 trade 啦，報復式交易啦，開始一路咁樣落去，就算最後俾到一個機會你上翻去，可能你都只係咁樣。OK，你呢一年就係咁樣。咁所以好多嘅夾雜，成功唔係偶然好多嘅成功學所講嘅。心態等等，唔係單一招半招咧就令到你成功，而係有好多嘢夾雜埋一齊，加埋嚟一齊。OK 最終結果就會出現。而要做任何嘢成功嘅人咧，都係專注喺嗰個嘅過程，結果就會出現。專注喺每一個事情，做最優質嘅決定，做最優質嘅判斷，咁結果就會出現。但係當你成日將你嘅 focus 放喺而家暫時短暫嗰個結果上面咧，OK，你好容易會迷失、動搖。OK，有好多嘅唔應該犯嘅錯，你會犯多咗。咁犯多咗錯就係難成功㗎啦，難贏㗎啦。OK。有時候唔係咁，即係要賺錢要發達要成功，唔係真係想像咁難。你 make 少啲嘅 mistakes，OK，但係當然 make mistakes 都有用啊。make mistakes 之後咧，你可以 learn 到啊。但係當你 make 越少嘅 mistakes 嘅話咧，你就越容易最終係成為贏家咯。唔一定係啱得好啱，但係你錯得越少。你稍為啱一啱啫，咁你已經係跑贏咗一啲人，跑贏咗好多人。咁我哋
呢一個 review section 到呢度啦。